大家好，今日想講下太古城母女跳樓案。睇翻個報道呢，就話佢哋母女呢就源於教育嘅問題呢去爭執。其實睇翻媽媽嗰個職業啦，佢都係一名社工。咁但係點解到最後身為一個專業社工嘅佢，都係冇辦法好冷靜咁處理佢同佢女兒嘅關係，而令到最後佢同佢女兒都走上咗絕路啦。政府呢就非常之關注嗰個國安法啦。咁但係呢，會唔會亦都係忽略咗其他民生嘅需要呢？例如香港經過2019年之後，其實係好多嘅情緒出現咗問題啦。依家就好似變咗日常香港嘅市民呢，大部分嘅情緒呢都好不穩啊，無端端又喺個地鐵鬧人啊，無端端又爭位啊，無端端又打交啊。其實一個社會嘅安定呢，係好影響人民嘅情緒。大量嘅情緒出現問題嘅人啦，但係就得少量嘅社工去應付呢一班人嘅時候呢，咁社工嗰個壓力呢就會變得好大啦。大家都好驚呢，喺幫人嘅時候呢，都唔小心踩到條紅線。咁呢個呢，亦都係一個壓力上嘅壓力啦。退返一萬步，睇返呢個家庭，身為一個專業社工，但係都去到一個情緒爆標嘅地步。作為一個12歲嘅有啲反叛嘅小朋友嚟講呢，可能佢又會覺得，我已經盡咗力啦，點解你不斷催谷我啊？香港呢，細路嘅壓力呢，即係學業嘅壓力呢，係非常之大。有時我哋作為家長呢，都係應該去體諒佢哋。其實你讀完大學或者好高學歷嘅人，到最後嘅成就都未必好高，又或者甚至都係揾唔到工。係咪一定要壓到個細路唞唔過氣呢？其實我哋係要催谷佢變成第二個自己啊，定係要幫助佢引導佢哋去成長、去長大、去學習，揾到自己最好嘅嘢呢？同埋啦，呢一單案呢，亦都揭示咗啦，或者香港嘅社工太過緊張，所以並冇放太多嘅資源喺某啲個案身上，就由佢呢，就讓佢嘅家長帶佢返屋企啦。要知道嗰個家長其實都係啱啱冇咗個家人啦，佢嘅情緒都未必可以照顧到一個小朋友。無論點都好啦，呢啲嘢呢係一單都嫌多。如果作為一個大人，你係覺得你情緒係有問題，而係會影響細路嘅話呢，不如立刻去睇醫生仲好。係咯，咁就係講咁多啦。希望死者可以安息。